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今日讲买厝买厝边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字就读做边，保一边第一条，读边这是读鼻音，边就是挖近伫附近的意思，像咱讲河边，就一块古早歌叫淡水河边，另外嘛有人讲是岸边，海边啊有人讲海边啊，路边卖食的摊贩，咱讲是路边摊，烧鸭咱讲是边啊。角落咱讲是边啊角，四周围咱讲四边，但是挖近咱的身躯，咱讲是身躯边，住伫边啊，咱讲厝边厝边兜，也有财政部升车线才袂散开，咱讲是车埔边。太阳穴古早讲是鬢边，这个文音读做边，就讲边界边关，咱一般读文音较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边界，又就是边境、边疆。第二个词读做街边，这是大腿和下巴相接的部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含囡仔咧耍，有时阵囡仔较袂晓扎力，一个起手落插，吞肩放假；一个无注意，若是互因去踢到街边，迄款疼袂输是疼甲无边界，疼甲互人挡袂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边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边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